那东岸的嘛是老人呐，俺俺这边呢买着这个吃过人呐，边呢买着这把米，这个如果吃过人呢，俺这了东岸用过的话，我在等这个东岸的呢，东岸的嘛是东岸的嘛，东岸的嘛是呢，东岸的我记得可能这个的，他告诉我。东岸的嘛，他东岸的嘛，第一节的话是昆虫的嘛，昆虫的嘛是什么呢？东岸的用啥比较少去？在那个高速上就是啊，没现在我想到给你那当个多啊，给你那当的是几个民多啊，东岸用的多啊，我那电视的矿场上的昆虫的嘛，东岸用啥比较少？买到就把到伊那。那当不如果吃不下个也嘛的，如果是如果吃用的，他可能没办法的，那东岸用是个脚印啥把它用不着啊。我那真的种东岸用是个脚的时候，不用的嘛是那个，他们就要买包那些，他们看着啥用的，东岸用啥个脚上去。现在如果买个车了，他们买8个啊，我点那些的。东岸用啥？如果买车呢，东岸用啥个脚上我的，他们买8年新的用不了了吧？我点那些的，放着就像现当，我那这时候可以了，跟用的嘛是那个，不对。